就人流、交通同埋保育平衡點嘅問題，社會係需要更多嘅討論。有意見提出可以擴闊車路，以及喺距離東壩大約40分鐘步行路程嘅白立灣增加碼頭設施，開設來往西貢碼頭同白立灣嘅海上交通航線。除咗分流，旅客亦都會喺西貢逗留，有利西貢嘅經濟。不過工程係避唔開對環境造成嘅影響，頻密船隻來往亦都會一定程度影響生態環境，必須揾出社會就環境影響可以接受嘅方案。亦有意見認為，現時前往萬宜東壩嘅熱潮唔會持續，必須考慮優化配套嘅成本效益。但積極嘅做法係我哋點樣利用同埋把呢次嘅熱潮推廣香港嘅特色深度遊，例如離東壩約半個鐘頭路程，有300幾年客家居住嘅歷史嘅白立村，係唔係可以推廣香港嘅特色客家文化，產生更大嘅協同效應？除此以外，經黃石碼頭搭船可以前往塔門，感受到離島漁村嘅風情。香港有超過1000公里嘅海岸線同超過250個島嶼，萬宜東壩嘅爆紅可以睇到香港鄉郊旅遊嘅潛力、歷史文化嘅吸引力。點樣就突破鄉郊深度遊面對嘅樽頸問題，為香港旅遊開闢更廣闊嘅出路，帶嚟更大更多嘅效益，需要社會政府嘅共同努力去解決。